呢一度咧就係信和中心啦，咁彌敦道。咁如果去旺角，遠至旺角診所咧，可以行長沙街呢個入口嘅。呢個豐頤中心咧有一個側邊嘅入口咧，係可以搭到2部 lift 嘅，喺呢個位豐頤中心。行入去咧就有2部 lift 嘅。咁如果喺呢個彌敦道入口咧，就係得1部 lift 嘅啫。咁就會有幾級樓梯，咁就唔係太方便啦。對於一啲長者啊或者輪椅人士就冇咁方便嘅，就喺呢一個中銀呢個入口啦，呢個豐頤中心呢個入口就係有幾級樓梯嘅。呢個位咧喺中銀嘅隔離嚟嘅啫。係啦，咁就溫馨提示大家啦。如果想搭2部 lift 唔使等咁耐咧，就喺長沙街嗰個入口入去等 lift 咧就好啲。